Ali Khamenei, the supreme leader of the Iranian terrorist regime, is dead. 美伊戰爭嘅陰影正係籠罩住全世界。咁但係如果我哋仔細觀察，呢場戰爭嘅聲音同過去幾十年係完全唔同㗎。佢哋冇再叫推翻獨裁者嘅口號，亦都冇宣揚民主人權。特朗普開出嘅條件只有一個：聽話或者係符合美國人嘅利益。歡迎嚟到 JW 檔案，我係胡力漢。2026年只係過咗3個月啫，咁但係呢個世界，甚至係我哋身邊有啲人咧，已經改變到令我哋覺得有啲陌生啦。我哋成長嘅舊世界已經離我哋而去啦，新世界新秩序已經來臨。我哋成立呢個頻道嘅目的，就要同大家見證呢個新世界嘅誕生。咁新世界係乜呢？咁即係以前我哋認為係啱嘅觀念，而家會被好多人話係錯嘅，而錯嘅呢，喺新世界裏面有可能變翻成啱嘅噃。過去我哋習慣將世界分成兩邊，一邊係擁抱自由民主，咁即係普世價值；另一邊係威權，又或者係叫獨裁。咁但係現在呢條界線已經唔再重要啦。委內瑞拉前獨裁總統馬杜羅落咗台，佢被美軍直接捉咗去美國受審，咁但係政權原封不動。馬杜羅嘅副手帶領住原班政府官員同美國政府合作。特朗普講到明，只係要控制委內瑞拉嘅石油啫。That's a lot of oil. It's about $4 billion worth. 被歐洲人形容為獨裁者嘅匈牙利總理奧爾班，連續執政咗16年啦，喺國內破壞司法制度、更改選舉規則、打壓傳媒，令佢自己可以長期執政，樣樣嘢都做齊啦。咁仲有佢同時跟俄羅斯以及中國建立咗密切關係，咁而家居然成為咗美國喺歐洲最忠實嘅盟友。至於美國同俄羅斯同埋中國嘅關係，已經唔再講意識形態啦，而係交易對手。去年8月，特朗普打破外交禁忌，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到美國領土阿拉斯加會面。雖然普京喺俄烏戰爭裏面犯下咗戰爭罪而被國際通緝，咁但係普京得到紅地毯式嘅接待，特朗普喺機場親自迎接。至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特朗普去年10月喺韓國釜山會面，特朗普不斷強調兩個係好朋友，並且達成咗初步嘅貿易停火協議。喺2026年新秩序裏面，只要你能夠喺貿易上面讓步，或者喺能源上面配合美國，你喺自己國家裏面做盡幾多壞事都好啦，美國政府唔會再感興趣噶啦。以前係死對頭，到而家為咗利益交換可以坐埋台一齊傾，咁以前係忠實盟友噶，而家又係點呢？ We are in the midst of a rupture, not a transition. If we're not at the table, we're on the menu. The calm and peace up here on the Magic Mountain in Davos is at stark contrast to a world whose old order is unraveling at breathtaking pace. 過去一段長時間，美國領導住傳統盟友圍堵中國，到而家對中國嘅圍堵牆慢慢咁消失啦。西方國家領袖紛紛破冰訪問中國，佢哋唔再就人權或者係香港問題向北京施壓，佢哋着重嘅係同中國恢復翻正常嘅貿易關係，因為佢哋係要準備同美國決裂。新世界新秩序已經形成咗啦，大國之間已經冇咗意識形態價值觀嘅障礙，喺外交操作上面可以變得前所未有咁暢順。咁大國開始喺台底為各自嘅利益分贓，咁以往追求普世價值嘅普通人，仲有數以億計嘅弱勢社群喺國際舞台上面就變得無關重要。聯合國國際委員會今個月發佈嘅數據顯示，2026年全球人道援助資金比2年前銳減咗50%。咁以往做開國際警察嘅美國，今年第一季取消咗3%嘅原有援助計劃。全世界目前有超過2億人等緊外界嘅救援，超過1億人被逼流離失所。呢啲數字係第2次世界大戰以嚟最高嘅紀錄。當受害者人數去到巔峰，錢反而冇咗。國際救援委員會發出咗最嚴厲嘅警告，話單單因為呢場救援大撤退，
2026年將會導致額外180萬人死亡，裏面有70萬人係未夠5歲嘅小童。新世界其中一個唔同咗嘅地方，就係國與國之間嘅邊界正係重新鎖翻起上嚟。新秩序嘅核心已經唔再係連接互通，而係排外。喺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即係 ICE 已經明目張膽咁執法，目標已經唔單止係非法入境者。2026年第一季驅逐出境嘅人數破咗歷史紀錄，90%都係有色人種。特朗普嘅邏輯好簡單，如果你唔係能夠創造即時價值嘅戰略人才，又或者你唔係白人，你對呢個國家嚟講就係一種負擔。呢股風氣唔單止係美國，一向標榜住多元文化嘅加拿大，喺2026年初正式宣布無限期凍結多項嘅移民計劃，投資移民嘅門檻大幅提升。英國、德國、法國呢啲曾經嘅難民避風港，而家一致轉向啦。數據顯示，2026年歐盟接收難民人數比起2年前暴跌咗60%半，唔係因為世界太平咗，而係因為佢哋已經將門重新關上。咁正如我哋之前提過，聯合國因為冇錢，放棄咗1億6千萬人需要援助嘅人。咁當呢啲人想逃難嘅時候，佢哋而家會發現，以前象徵自由嘅西方大門已經關上，因為呢啲國家認定佢哋已經冇能力無限制咁落實大愛包容呢個理想。He's going to get a third term. So Trump 28, Trump is going to be president in 28, and people just ought to get accommodated with that. So what about the 22nd Amendment? There's many different alternatives.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we'll lay out what the plan is. But there's a plan,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be the president in 28. Our country is winning again. In fact, we're winning so much, we will never go back to where we were just a very short time ago. We're not going back. This is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有人話冇咗意識形態，冇咗道德枷鎖，亦都冇咗國際法，可以更有效咁對付之前唔守國際法嘅國家或者係組織。但如果反轉咁諗，當所有國家都有樣學樣，唔守國際法，唔遵守一啲基本嘅規則，甚至係以暴易暴，咁呢個世界會變得更加美好，定係更加亂呢？呢一集就講到呢度先，下一集我哋會講下喺新世界下面嘅經濟會變成點，我哋上一代相對安穩嘅生活係唔係一去不返呢？